伊无死，伊只是搁去做研究，试买甲袂记得爱转去厝尔尔。伊是真做天星，去天顶看顾岛屿族人啊。踏遍台湾每一寸的土地，路野中雄对大自然的爱，是无人会当拍灭去的热情。为着追求伊远望的自然国度，19岁的少年通拖学者来到台湾，专心奉献伊的青春热血。请大家赶紧来收听，袂记得转去厝的服务学家路野中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振兴，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故我来听。这礼拜咱要来听一位台湾的博物学家路野中雄，Kano Takao。Kano Takao 上是1906年出生伫日本的东京，读小学的时阵就真爱通拖，中学的时逐礼拜有3摆会去野外采集。伫中学2年休热时，伊用1个月时间单独的出去采集通拖，回到厝里，依照纲目科种分门别类的整理出65种无同款的叶，发表伫《通拖世界》的杂志，受到通拖专家横山东龙甲江家第三的欣赏，主动的教伊分类的学问甲查阅欧美文献的方法。江家第三去台湾采集了后，向路野讲，台湾有真济热带通拖，生出足水的，互路野中雄10分的欣赏。1925年，台湾总统府高等学校的高等科拄好开始招生，若读完3年，就会使先去读大学的。路野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决定要去台湾读册。因为新学校的校舍还未起好，校长还未来就任，伊就利用这段时间去台北附近的郊外、有来草山等所在采集通拖，真紧的就互东窗合作通拖博士。路野差不多无伫咧学校上课，伊甲全精神放伫通拖甲原住民的调查中。伊爱去无人敢去有风险的所在采集，大概拢炸转来真济珍贵的物种。为着要去深山探险，伊训练身体，连寒人嘛脱目体伫咧锻炼，希望有一天会当参阿泰亚族的青年同款的勇行。青春年华的路野中雄爱着一个阿泰亚族的女子。1926年8月，伊为台中坐船到位红头树的时，互眼前的情景惊一跳的。头族男女差不多是裸体的，因单纯简朴的原始人生活方式是活伫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因为一流的造船技术，互因会当7-8人坐一台美丽的乒乓渔船去海里掠飞乌。路野甲岛族大型的涉水艳丽的乒乓渔船翕的相片，报道伫日本出名的民族杂志。自然呢，伊甲大部分的研究重心移转到民族学里。1929年，高等学校毕业的时，学校发现路野伫3年学习的期间，去学校上课的时数无够1年，连毕业考试都无去考。学校想要甲伊开除，加在校长三德游爱惜人才，甲伊留落地1年留学查看。毋过路野还是4个月去做
研究调查，伊头戴一顶定壳的沙发利帽啊，手提一支派布，出门毋捌穿实物，拢是和原住民食共款、住共款的。伊平等的对待原住民，受到原住民真大尊重。高等学校的第4年，伊还是无法度达到上课时数的标准。毋过，伊伫即年不断的发表报告，并且自学希腊文甲拉丁文。三德球校长认为学校有遮尔出色的学生，嘛是高等学校的骄傲。诺亚中央都顺利的毕业啊！小小的台湾都市，却有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4种不同的气候，无同款的温度会培养出无同款的食物、树木，孕育出无同款的虫拖甲动物。以台湾的鸭仔为例，台湾有410种的鸭，是日本的22倍。台湾是活伫北非龟山的沙漠地区，毋过受到乌潮洋流、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的影响，每年会带来2500公里的雨水，互食物变较青翠。台湾单位面积的食物种类是日本的8.5倍，森林提供鸟只的生长空间。台湾鸟只的多元性、丰富性是世界赏鸟人数的天堂。台湾还有29种特有的饲灵类动物的品种。诺亚中央讲，台湾就是大自然的博物馆啦。根据诺亚中央的地理研究，台湾有喜马拉雅山系列、马来菲律宾系列、甲波利尼西亚系列，是3种系列的多元都市。1956年，英国的罗伯特·水恩号开启台湾动物调查线，伊发现台湾的鸟只和日本、菲律宾无相共，但都是较属于喜马拉雅山系列的鸟类。若照诺亚中央的红头树黑小岛的研究，瓦雷斯教授亚洲都市生物连线应该是爱向北连接到灰小岛红头树的节点，这都是学术界所称的卡诺亚洲都市生物连线。1939年，诺亚转到日本，考入去东京帝国大学地理科。为何伊要转换跑道走去学地理学呢？因为伫台湾做研究的时，伊发现台湾的山岳有凹起的现象，这和日本山岳出家的现象完全的无相共。有这个趣味的发现，启发伊要去学地理学的动机。1939年10月，台湾发生原住民起义的雾社事件，事件中的阿泰亚族人真济拢是伊熟悉的。伊知影春埔的西德人会发起事端，就是不满官方对原住民的压迫所致的。日本政府却把事件原因归类的向原住民出草拿人头迷信所致的。政府有一种毋对的看法，是犯真大错误的。诺亚甲伊看法写一篇评论，投过去调入新闻里。1931年7月，伊为大甲溪向东爬到溪水的源头雪山主峰，诺亚突然间看到雪山地塔有真济河边口气形成的渓谷甲冰岛，伊是创造纪录的发现
台湾冰河地形的头一人。1932年，伊家伫雪山发现的坑谷甲冰岛的报告，附上老母送予伊的德国徕卡翕相机翕出来的相片，正式的向世界发表，去证明台湾有甲冰河时代的地形保存落来，是世界珍贵的礼物。1933年，陆野再度去红头树做研究，伫台东市区等船的时，熟悉到一位阿美族的青年托太不典。托太捌去东京读佛教中学，会晓讲东京腔的日本话甲英文。托太野外的知识丰富，和陆野的性情阁真会合。托太家境袂歹，伊自愿免费的做陆野的助手，伫陆野做研究7年的期间，若无托太的帮衬，陆野是无法度食做台湾博物学的专家的。这年，陆野去互岛族邀请上船做伙去掠贝乌，伊是第一个外口人爬去祖陵加持过的乒乓渔船，这是无上光荣的代志。9月，伫南湖大山找到12个坑谷，11月纵行大坝尖山了后，佮纵行到雪山的主峰，拢总发现35个坑谷。陆野甲雪山山脉河冰口气的地形现象，写成一篇长篇的论文，连载伫1934年的权威刊物《地理学评论》。亲像陆野东洋安尼亲身入去深山调查地形、地质、饲养类动物、虫拖、鸟只、两栖类、鱼类的全面考察的学者，伊是第一人，是空前的，嘛是绝后的。最近有台湾动物地理系的学生跟随先拜陆野东洋行过脚迹以后，拢讲陆野完成了无可能的任务，伊是台湾博物学界的神。听到这，各位听众朋友，恁敢会足钦佩陆野先生咧？毋管是动物、食物、山，也是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伊拢下感情去搬烂，用生命去交换。伊节节贡献，讲到这是有缘也未结束，咱即马就继续来听陆野东洋的传奇故事。陆野特别对红头树的岛族有趣味。10年来，伊捌去红头树10摆，拢总住300多天。伊了解岛族的社会制度、财产继承、灵魂信仰、交传历史、语言、日历。陆野讲，岛族无族长的制度，毋过因保存祖先留落来互相尊重的特殊这种特有的文化。台湾总统府嘛接受陆野建议，尊重岛族的生活方式，无甲岛族日本化，但愿因会当永远的过着安详的日子，有尊严的独立的活落去。1940年，34岁的陆野透过亲情的安排，熟悉到丹那静子小姐。静子的美貌甲温顺的模样，互陆野一见钟情。伊甲老母送予伊的徕卡翕相机摕去饭店买一家皮包啊，送互静子做见面礼，互佮甲伊研究的成果加大做一本笔记，送互静子做纪念，互静子真感动的。陆野东洋是天生的作家，伊会当运用60多种的色水、釉料去形容大自然的色彩。伊甲大自然人格化，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拢会当用因的角度表达出心内感受，有生物、地理、原住民考古的专业基础、论述的能力，配合着伫台湾爬山的心情，写出一本有深度、趣味性的册。夫人静止，甲册号名《山的云的凡人的》。1941年伫东京出版，这种生动的大自然题材，一声就轰动日本的出版界。1941年，伊以台湾雪山动物地理的研究的论文，得到京都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1942年，日本占领菲律宾，落野中雄博士奉派去菲律宾接受博物馆、博物馆的管理工作。菲律宾有一位考古民族学的权威，美国的hen瑞迈亚教授，和日本军部以德人国的国民的名义关伫监狱内。经过洛野博士强烈的要求之下，军部甲伊释放出来。洛野博士去请教伊有关台湾红头树甲菲律宾巴丹岛的关系，想袂到的是，马亚教授遂提出已经做好的研究，证明红头树和巴丹岛的语言、文化、风俗拢真同款的相关资料，这个资料和洛野博士大开眼界。马亚教授介意新的研究方法，改变着洛野以后调查的思维。因两人嘛偷偷甲放伫菲律宾大学内收藏标本资料，疏开去安全的所在，避免万一会去予日本军部的迫害糟蹋去。1943年，洛野博士转到东京，伊伫长期支持伊中央银行总裁设立的中商民文化研究所，用心的采用马亚教授新的发表方法，用英文出版一本台湾原住民图谱。伫迄时用德人国的文字出册是大不敬的，反背着日本的国家政策的。1944年，太平洋战争愈来愈惨烈啊！日本国内的民生物资欠缺，洛野博士厝内有2个幼囝爱饲，只好是接受军方的出差令，去印尼的北婆罗洲做为期60天的原住民动物调查。伫出发进程，伊拼身拼命赶工写论文，伊甲东南亚西亚民族学的研究资料，甲装伫7大卡行李箱内的台湾原住民图谱第2篇，交代夫人静止爱好好的斟酌保管，万一不行，伊若无转来，爱想办法甲资料发现。伫北婆罗洲的战火中，因为通讯的中断、联络的困难，洛野中雄博士却失踪去，生死不明。传言中有人讲，伊去互原住民收去做酋长，也有人讲伊是去互游击队拍死去。好朋友国分第一，听原住民的朋友讲，洛野博士是暗时上晚转到大本营，和宪兵起口角，去互宪兵活活拍死的。国分第一相信但我族的人讲的话，洛野博士已经化作一粒天星，伫咧保庇岛族人的幸福。洛野博士搁伫北婆罗洲的天空变做另外一粒天星，通好互岛族人会当远远的看到伊。不离过，夫人静止一直相信红婿，还搁活着咧。伊只是伤过认真，伫森林来做研究，袂记得
转来尔。鹿野中雄博士在日本军国盛行的年代中，有真侪学术研究受到军部的阻碍。战争的原因，嘛甲伊上珍贵的标本资料拍失散去，甚至伫战火中失去伊的性命。其实，战后的台湾嘛是经过一段白色恐怖的时代，伫统一的政治氛围里，台湾考古的成果拢爱配合大中国政策，尽量甲中国爱有连接。关心台湾的学者伫咧做研究的时，毋但无互国民党政府重视，甚至是红点油做记号来打压。鹿野中雄先生因为战争的关系，中断了伊做台湾研究的美梦。同款，战后台湾学者嘛长期受到压败国民党政府压迫，切断因对台湾研究的美梦。咱台湾人的故事，也搁爱等待你我来甲伊完成。袂记你转去处理的博物学家鹿野中雄卡努塔达奥的故事，由李占星老师讲过，罗彦廷写作台文，陈湘阳考艺传，林基珍校对，洪伟霆写译稿嘛写钢琴配乐，林基珍读 Instagram 的字卡，陈湘阳是这集的编辑，周建佑是执行长，我是制作人沈武平。大家听了，若是有感动，也是互你看世界有无同款的角度，请甲阮的网链传予一个人，甲伊讲鹿野中雄对台湾的贡献，嘛邀请大家来留话，甲阮讲你想要听啥人的故事。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请会记你甲字幕拍开。后礼拜咱要来讲电影导演李安的故事，多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